公司发生了一件大事，这件事情关系到我们公司生死存亡。我们公司的高管任毅窃取了这次竞标的标的，他用他在外面的一家公司来参与这次竞标，也可以说，我们公司在他眼里完全是透明的。可能你们大家都知道，为了这次竞标，我们公司倾注了所有的财力，我们才勉强的获得了 4A 的资格。但如果这次竞标失败，我们公司将宣布破产。问题是，现在所有的主动权都掌握在任毅的手里。任毅这个混蛋，吃里扒外的东西！报警吧，抓他，告他窃取商业机密。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的证据，空口无凭。那怎么办？竞标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我们总不能坐以待毙吧？我这次把大家招过来呢，就想跟你们商量一下，有没有可能改变标的？预算已经压缩极限了，您知道1分钱都加不了。策划案这边也很难再找到更好的了，而且时间也太紧迫了。照目前的情形看，除非有奇迹，否则麻烦很大。对不起，打扰大家开会了。你来正好，我们大家也没啥正事，主要是说说今年公司去哪度假的问题。哎，你有啥好主意吗？我这人向来都挺无趣，对我二不在行，还是大家定吧。有事吗？有一份策划案需要你过目一下。行，我会看的。等等，辛苦你了。应该的。
你怎么在这？啊，我刚才见个客户，累了，要不抽根烟？你呢？我来逛逛街。接下来想去哪？逛累了就回家了吧。那我送你回去。怎么样？查出结果了吗？暂时没有任何的结果。仁义这个人太精明，想要从他身上找出破绽，我看不可能。不如我们就在竞标当天想办法堵他，不让他参加竞标现场。这样的话，他有没有标的都不是那么重要了。那你告诉我怎么拖住他？去试试。太危险了，不行的。毕竟我和他有过一段感情，我想他应该不会做出什么破格的事吧。傻丫头，别那么天真了。我再跟你说一次，仁义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的。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，你说仁义怎么这么急着跟我分手？那你觉得为什么？仁义大可以在我们夺标之后来跟我提出分手，这样你就可以毫无防备的输掉这场比赛了。他这么故意亮明身份，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阴谋？今天接到你的电话，说是这个事儿，我都愣住了。哎，你不是一直在奥美吗？什么时候出来的呀？我来这家公司时间也不长，多亏是我们林总，我们林总很器重我。林总真是好眼光啊！我的这个师弟呀，那不仅是一表人才，那能力也是极强啊。在学校的时候就有名的厉害，你能请到他帮你的忙，我只能说羡慕啊。不光是一表人才，能力强，还有很多姑娘喜欢他。哦，仁义，你现在在公司担任什么职务啊？他在公司呢担任副总。
也算合理呀。哈哈哈。老板，你的确没让我失望。我说过，我只需要你的信任。现在全公司上下我最信任的人，从现在开始我任命你为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，好好的干，我不会亏待你。这一部分都 OK 了，现在就是执行方面，你看还有什么要补充吗？这所有的策划案呢，我都看了，我觉得非常完美，执行就行了。但是有一点我有点担心领导，我来公司没几天，我说话好使吗？谁说不好使了？我会让所有的部门全力的配合你。还有一点，你别忘了啊，我是这公司的老板，我挺你，你有什么可担心的？有您这句话，我就放手去干了。你就放手干吧。把我们公司全部资产都押上去，达到 4A 的资格，然后参加竞标。那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我干了这些年，最不愿听到的就是万一。林总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，4A 的认证完全通过了，手续正在办理中。太好了，我马上过来。您不必亲自过来，我就是向你请示一下，给办事中间人的这部分款，以什么名目向财务请款？毕竟这笔费用数额很大，基本上是全公司的全部现金流了，所以你得更明确的指示。不担心。我会直接给财务总监打电话，让他取出现金来交给你。啊，兄弟，这可是我全部身家，做任何决定都要小心。还有，4A 尽快办，记住，4A 没下来，所有都是白费。知道？放心吧，林总，我了解事情的重要性，办事的人绝对可靠，拿到钱之后，一定把事情办得漂亮。你办事，我放心。我等你好消息。那你先忙。等等，抓紧时间办。等事情办妥了以后，我会让公司里给你一部分干股。林总，就算您不给我这干股，我也会竭尽全力的。从今以后，如果我不在的时候，公司一切权利都交给仁义啊。他可以全权代表，明白？你说仁义要跟你分手了？是，你看，他说他要物归原主。还有一个朋友，他跟他分手的时候，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个纸箱里。
有没有说是因为什么原因跟你分手？他说他爱上别人了，是仁义他骗了我，他从我这边拿走了公司重要的核心机密。这次竞标的标的。仁义，上来一把。博威的事情办得怎么样？正在处理中呢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就在这2天结束吧。那竞标的事情呢？没到最后一刻，我也不敢做保证。不过，应该跟我料想中的一样。本来能达到资质的4A公司就不多，咱们公司虽然在资质上差了一些，但是这2年业绩很好，广告创意方面很有优势。其他几家大公司虽然资源很厉害，但是思维早就僵化了，在这点根本没法跟他们比。你说，咱们公司是不是发展过快了一点？你知道，如果这次竞标不成功的话，有可能导致我们公司破产。所以这次竞标至关重要，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对，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的提出来，我会让公司上下都来配合你。好，那我先去忙了。我以前在那些大公司工作，其实我是一直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在工作，是该找一个合适自己的地方，一展抱负的时候了。凭我对市场的认知度，凭我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关系网，更重要的是，凭林总对我的信任。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啊！士为知己者死。林总，您这么重用我，我要对得起你对我这份看重。等事情办妥了以后，我会在公司里给你一部分干股。林总，就算您不给我这干股，我也会竭尽全力的。博威的事情办得怎么样？正在处理中呢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应该就在这2天结束吧。那竞标的事情呢？没到最后一刻，我也不敢做保证。不过，应该跟我料想中的一样。本来能达到资质的4A公司就不多，咱们公司虽然在资质上差了一些，但是这2年业绩很好，广告创意方面很有优势。其他几家大公司虽然资源很厉害，但是思维早就僵化了，在这点根本没法跟他们比。哎呀，你说咱们公司是不是发展过快了一点？你知道，如果这次
竞标不成功的话，有可能导致我们公司破产。所以这次竞标至关重要，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对，只能成功，不能失败。这几天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，你说仁义怎么这么急着跟我分手呢？那你觉得为什么呀？仁义大可以在我们夺标之后来跟我提出分手，这样你就可以毫无防备的输掉这场比赛了。他这么故意亮明身份，是不是还有什么其他的阴谋？再见。你回来了。这么晚还没睡啊？手头还有点工作没做完呢。你怎么不问我去哪了？如果你想告诉我的话，你会说的。我去洗澡了。怎么还不下班？老板都没下班呢，我们怎么敢先走啊？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啊？你跟孙宁分手了，爱上了其他女人。她是个什么样的女人？一个很好的女孩，受过伤的女孩。她叫什么？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吧？你爱她吗？有兴趣见见她吗？
明天中午我带你去见见他。公司现在的状况，我真的很担心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心里老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明天下午他约我见面。他约你？为什么？公司以外的事情。公司以外的事情？那会是什么？不知道啊，只有见了面了以后让我知道。看来，他的目标不仅仅是公司。这应该把他控制起来。控制？您的意思是绑架吗？你可千万不能有这种想法啊，这是犯法的。我知道是犯法，你当我傻呀？如果绑架那万家公司，我早就这么干了。我心里也很清楚，我不可能再有机会重来。只有保住公司，才能保住老婆、孩子，还有我们这么多年在一起奋斗的心血。不想看到这个公司毁到我手里，我欠的东西太多了。行了，一切都等到明天我跟他见面以后再说吧。走。对孩子好。知道了。你也多喝点，平时工作这么辛苦。逸轩，我们好久都没有去旅行了，我们找机会去哪里走走吧。好的。公司手头的事情办完了，让我带你去北欧，你不一直想去那吗？有没有说是因为什么原因跟你分手？他说他爱上别人了。他叫什么名字？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吧？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明天中午我带你去见见他。你还没睡啊？现在为了这个家，为了我们的孩子，我什么都愿意做。
可以走了吗？当然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等我短信。别闹了。别拍！别玩了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我觉得我们不该再继续下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累了。累了就该休息一会儿。仁义，别这样。仁义，我真的是认真的，别这样。是不是你老公回心转意了？就不要我了？不是，不是这么简单。不要再挑战我了，好不好？别这样。我先去洗个澡。
一会儿需要我送你回家吗？不用了，等会我自己回去就行。不喜欢这个游戏吗？王八蛋！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穿上衣服，穿着衣服给我出来！我怎么那么信任你，把公司交给你，你就要搞我老婆，还我公司，搞我公司！你为什么？说呀！你有老婆，你干别人老婆；你有老婆，你把别人老婆当小三扰。你他妈以为你是谁啊？骗子、傻逼！我是大师！林医生，我忍着气，有本事就整死我，有本事就干死我！那我今天就打死你！我怎么打死你？你是个王八蛋！你说为什么？你老婆肚子怀着你的孩子，需要却那么强烈。你平时亏钱的亏的太多了，你把你的精子都给别人了，啊！你还想让你老婆
为你抱着贞洁牌坊每天等着你。你做梦！我他妈掐死你！我也掐死你！掐死我！我还要说，我不喜欢你老婆。我才难呢，我才困难呢，我硬不起来。要不是你老婆，我连看她一眼我都懒得看她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不爱奶梦，你爱的是别人，对吧？啊！你每天在大街上等谁呢？啊！你以为那个人会来找你来吗？不可能！别做梦了！现在打死你！我就打死你！我今天就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来啊！打死我了！我们俩刚才说的话，奶梦就全会听见，我都录下来了。你想想，你老婆怀着你的孩子跟别的男人上了床，她听到这些话会反应怎么样？还有，你的公司，你投标失败了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只要你一参与就失败，你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还掌握了一起诉状，我告你行贿、受贿，都是你的名。我的命不值钱。试试。有什么事情，我会再打电话给你的，最好24小时开机啊！你最好遵守自己的承诺。麻烦大家把手头的工作停一停，我有事情要宣布。我马上要离开公司了，从现在开始，公司正式转让给
任意任副总。林总，什么都不要问，什么都不要说。从今天开始，他将是这个公司的第一负责人，法人代表。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共事。谢谢了。什么情况？今天不会是愚人节吧？不是啊，不知道啊，这么大个公司，说送就送了。我不管他们高层之间有什么猫腻，只是公司突然这么大的变动，不会对咱们有什么影响吧？我觉得应该不会吧，这么大个公司，总得需要有人干活吧？咱们干好自己的活，应该没事的。我看未必，仁义那小子整天阴着一张脸，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，指不定心里憋着什么坏事。我跟你讲，这么大公司轻轻松松的搞到手，等着瞧吧，后面肯定一场血雨腥风。行了，都别假模假式的了。我有话跟大家说。我知道公司发生了这么大的人事变故，大家心里一定充满了担心，很正常啊，说明大家很爱这份工作。为了帮大家排除心里的担忧，我就把大家心里的疑问解答一下。首先，我刚才听见有人说明白，说林一轩为什么好端端的就把这公司拱手给我了，是不是？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，答案就是关你们屁事儿啊！记住了，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们的老板，是你们的衣食父母。好好干活，把嘴闭上。从此这些甜言碎语我不想在公司听见，听见了没有？其次，我刚才还听到有个人说什么，我接手以后将掀起一场血雨腥风，这词儿用的太他妈好。我最痛恨的就是人活着懒散，得过且过。我太了解你们了，你们在林一轩手底下都成老油条了，整天在这混日子了。哼！我接手以后，绝不会纵容你们。血雨腥风就要来了，
各位自求多福。嫂子，林总说家里的水管坏了，我过来看一下。这种事还麻烦你，真不好意思。来，请进。你看这可以吗？可以。真是太不好意思了，逸轩他太忙了，要是等他来修，都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。你早就该拒绝我，不该放任我的追求，给我渴望的故事，留下丢不掉的名字。时间难倒回，空间已破碎。而是最真实的爱情，是我一生难忘的美丽回忆。越过道德的边境，我们走过爱的禁区，享受幸福的错觉。不见了快乐的意义，时间很用力，是喜欢一遍，只要今天不要明天，眼睁睁看着爱从指缝中掠走，还是再见。不够时间好好来爱你，早该停止风凉的游戏，愿被你放弃，就算路线分离，不愿爱的没有答案结局。这么看来也像啊。哎呀，这家伙从晚上开始机会的东西没结果。昨天说什么了？咱那个年纪都是正常的吧？换这种话是正常的吧？可以啊，说是一看过就能知道。你3岁孩子都知道，他们都不知道，你这个没经验手。你好，我来拿报告。谢谢。
这次人工受精又失败了，还是老问题，是精子的质量出现了异常。其实，这也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事。没关系，那再多试几次吧。医生，我们下次什么时候再来比较合适？我看不用来了，没有这个必要。什么叫没这个必要？我早就跟你们说过，以目前精子的质量，成功受孕的几率太小，微乎其微，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很准时吗？害怕了。进去再说吧，有人会看见的。